心宽处处皆是岸。生活本无常，困顿才是常态。有人为病痛所缚，有人为生计奔忙，有人在忙碌中迷失，也有人在空虚里徘徊。无人真正无忧，只是各自负重不同。然而正是这些挣扎映照出生活的温柔。饿是一个热馒头，可食一杯清水，并终见遇的希望皆是彼岸。幸福不在远方，也不属特定阶层，它藏于当下点滴，只与知足者以甜。学会放下执念，有些事就像斗地主，手里的牌接不住，那就笑着喊声过。在起落中安之若素，便是对生活最深的领悟。